Just 点了，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16号，公元2017年10月6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回顾达赖喇嘛尊者对欧洲4国的访问行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高度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藏人行政中央举行升旗仪式，纪念圣雄甘地诞辰148周年。日本高田基金会向司政洛桑桑格颁发高田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世界和平导师，历年来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荣誉，以此表彰尊者长期以来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一体性所做出的贡献。9月18号，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的2个城镇共同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荣誉公民奖章，以表彰达赖喇嘛尊者毕生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道德价值等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誉公民是指国家或领域对城市外国人所赋予的荣誉身份，以表彰获奖者令人钦佩或其他值得表彰的事迹和杰出贡献。而达赖喇嘛尊者历年来荣获世界许多国家和城市授予的荣誉公民奖章。9月21号，意大利最大的公立研究学院比萨大学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荣誉硕士学位。此外，9月19号，墨西哥发生7.1级地震，导致29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事后，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墨西哥总统恩内克先生，向遇难者和受灾民众表示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表示：“我对总统致函，向所有遇难者和受灾民众表示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并祈祷让亡者得以安息，让生者早日脱离困境。”9月27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拉脱维亚等地为期20天的参访行程后，安然返回达兰萨拉。随后，因台湾佛教信众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10月3号至6号为期4天，针对台湾及全球华人信众，在印度达兰萨拉大乘法院讲授月称菩萨所著的《入中论》弘法活动。另外，包括美国、欧盟、英国、瑞士和德国在内的几个联合国成员国日前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上，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德国代表在发表声明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被拘捕的维权人士，包括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丘，并呼吁中国政府允许高级人权专员和特别报告员自由访问西藏。德国代表团表示，德国对中国，特别是西藏和新疆及邻近地区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深表担忧，其中包括对西藏著名拉鲁五明佛学院的破坏。美国代表对中国的律师和民运人士的处境表示担忧，他们被任意拘留、遭受酷刑、被迫承认国家媒体的政治指控。美国代表进一步指出，西藏和新疆一些地区已经实施了戒严措施。同样，英国代表也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的限制表示担忧，以及继续拘留人权律师和维权者。该代表团还对诺奖得主刘晓波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呼吁中国当局解除对遗孀刘霞的一切控制。欧盟提醒中国尊重多元文化和宗教自由。欧盟进一步强调，中国要确保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丘等中国维权人的人身自由，使得他们拥有基本的人权自由。此外，在本届会议开幕式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于9月11号的书面声明中强调，包括西藏理塘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在中国监狱离奇死亡案等，有力证明当今西藏境内人权状况在不断恶化。
与此同时，10月2号是印度圣雄甘地诞辰148周年纪念日。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下举行升旗仪式，纪念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为主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等出席了当天的纪念活动。根据联合国大会2007年6月15号通过的决议，圣雄甘地的诞辰日10月2号也被定为国际非暴力日。司政罗桑桑格在纪念活动上接受当地藏人和印度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圣雄甘地生前大力提倡国民教育与卫生事业，并让印度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统治，同时带领印度实现了现代化发展。司政罗桑桑格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借鉴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对抗政策，将以非暴力对话政策争取西藏民族获得自由。另外，9月4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荣获日本高田奖，以表彰司政罗桑桑格对西藏的自由运动和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该奖项由高田基金会颁发。高田基金会是日本的一个援助团体，由著名的日本整形外科医生和慈善家高田博士建立。针对当今西藏境内的艰难处境，高田博士在当天的颁奖活动上表示，他将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并承诺为流亡藏人的社会发展和教育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